方电视辩论会了后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无安排公开行程，发言人余美人出面回应相关的议题。今日早起时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向强烈人面册通知讲，要和宋楚瑜正早登开直播。现场兼主持的余美人讲，这个活动是临时想到的。对，因为他们两个一直希望能够这个可以共聚一堂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大家的时间也都凑不起来，因为主席之前都在忙的这个政见发表会，还有这个辩论，那么约来约去呢，就只能约到今天早上，所以就在今天早上这个吃早餐，那么是突然觉得说，那干脆直播好了哈，让其他人都知道，所以对媒体也很抱歉，这个是他们两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，那反而是直播被我们那个突破了哈，不然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参与这样子的。因为昨天那个郭台铭先生一整天都在新庄、土城、三峡在跑行程这样，他们真的是在直播里面一直强调这种庶民吃早餐的想，是不是希望营造个话题来让避免自己宋楚瑜这边被边缘化吗？我们不需要制造话题来避免被边缘化。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，就是说，这个早餐店是我跟庆瑜还有幼童，我们之前去吃过，我们觉得非常好吃的这样子。那么，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被宋主席被边缘化。我必须这样讲，其实以宋主席的这个从政经历，他当然知道草包跟菜包的步伐是怎么踩的，但是他不愿意走这样子的一个步伐。不是他不懂，而是宋楚瑜先生，他听到了更远的鼓声，所以他跟他们的步伐不一样。台湾的未来即将面临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领导人所要具备的一个事情。他眼光放得非常的远，他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台湾的未来。在诡谲多变的国际情势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守护好我们的国家？因为就是直播是后来突破嘛。原本只是这个主席跟郭董一起吃早餐，是不是担心说郭董跟主席一起合体，可能他不小心在媒体前面讲错话，像先前替台中杨全英站台的时候，会前就有点失言了，反而可能会让你扣分嘛？盟友合作的感情不会改变，盟友合作的这个逻辑也不会改变，也不会受到影响。